你的想象，洗碗盘的菜瓜布可以是美丽的。它这个晚上，好，我们都可以当夜灯来使用。好，不但说它的透光性好，那我们有用到它，不是说只有拿来洗啊。堆在地上毫不起眼的丝瓜络，改造变身，很有乡村原野的气质。陈慧玲还发现，丝瓜反面的纤维脉络好似蕾丝，所以原来丝瓜芯可以拿来当蕾丝滚边，是，对，就像他们现在做的这样。对，你就从蕾丝按来做。哦，老师说的是大埔腔，你做对了，就是这样做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视线我们说，你都抽雷，就黑暗的做。是。相框、花盆，甚至造型灯罩，花心思去做，丝瓜络就成了值得保存的工艺品。用6条丝瓜络做成的提篮令人惊艳，获得了纤维工艺奖的肯定。那外国人他们都喜欢这种，只要提出去啊，或者是做橱窗摆设啊，像面包店，你放几个法国面包就很漂亮了。最早创作的丝瓜络画框摆放了20多年，依旧漂亮。这是陈慧玲推广的诉求之一，可以久放不坏，脏了可以冲洗，还兼具环保的意义。现代人都不用它了，都已经凋零了。那我们再重新把它启用，因为现在这个也是很环保的一种元素嘛。那我们把它拿来，再利用，来唤起一些年轻人的记忆。陈慧玲眼中丝瓜络的美，还有淳朴和回忆。其实它也有很多的用途。那对我们客家人来讲的话，是很有感情的。菜瓜布跟美可以画上等号。陈老师的作品不只创造了旧物新用的意义，也触发大家用心欣赏生活周遭美的那一面。唔做错嘞，手会按来做；唔做错嘞，手会按来